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继续受到中共政府的毁灭性迫害。根据最新消息，一名外国游客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旅游回国后透露，喀什地区公共场所、街道、大小商店全是空的，维吾尔人住宅房屋、个体经营店铺基本上被当地政府部门张贴了禁止封条，大街小巷布满了特警和全副武装军人。军警车辆24小时巡逻，喀什地区已成名副其实的空城。成年维吾尔族男女、老人基本被中共政府抓捕入狱或关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失去父母监护的孩子也被当地政府部门强行送入孤儿院以及专门成立的监管场所，进行非常严密、系统的汉化教育，语言、信仰、饮食、民族风俗、民族文化都被恶意取缔。孟加拉国民众为抗议中国政府欺压破坏维吾尔人，并在东突厥斯坦抓捕入狱或关押在类似纳粹集中营的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了大型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路透社9月10日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奇特莱在人权观察发布的题为“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的报告中，希望中共当局允许联合国人权观察人员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国其他地区对有关情况进行视察。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他们获得了有关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的大规模任意拘押、实行酷刑和虐待、以维稳名义打压以及大规模政治灌输的新证据。半岛电视台报道，9月7日，巴勒斯坦民众在靠近加沙地带东部的安全围栏附近举行旨在解除加沙封锁的回归大游行，导致1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210人受伤。与此同时，以色列战机对加沙南部的哈马斯据点进行了轰炸袭击。巴勒斯坦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南部发射了实弹和催泪瓦斯弹，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9月7日，在阿斯塔纳和平进程框架内举行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德黑兰三方首脑会议结束时，伊朗总统鲁哈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共同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强调，3个国家将坚定和持续地致力于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强调所有各方都应尊重这些原则。明报报道，9月5日，河南南阳公开焚烧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圣经、赞美诗。中国兴起了新一轮清除教堂十字架行动，河南当局目前估计已有4000以上的教会的十字架被拆除。